团叫做 NGAI 女团客家女团。国会出来嘛？有啊，有发通的呀。有发通。 Can see your lying eyes， 就是比较简单哦。题目太大之后可以对很强。对 NGAI， 希望大家也可以记住。怎么听到好像你被电到？来给世界。有一摆动神器哦，我个团的人吼，个把个电子琴插把落去，啪，烧掉。哇，烧掉，哇，就快点嘞。 太家子当紧装啊，清唱哦，样班，哇，看到谢启国老师，啊，佢带表演香肠，佢带一团乐器的，其实讲，哎，两团的隔壁团啊，两个大本的来唱。哇！到你台，老爷强下台。乡亲朋友大家好啊，蒙古啊！今天大家好。哎呦，天光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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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年高同送。天光日，天光日啊！天光日，天春日啊！天光满日。哎呦，这天光日，天光日。 嘿，天专业，你話係啊，你意思啊？係啊，因為啦，講嘢冇講法係冇，聽叫冇講法係啊。安跟安都分不清楚啊。安分不清楚啊。好啦，也都係天傳意的。對，你下講人講嘢天傳意啊，天傳意歌上係演歌術嚟。真正演歌術，奇怪嗬，客家人較好撩嗬。係咪？冇誒，你喺幾年都冇學困，幾年就講嘢學講5年、6年。勤儉耐勞，冇錯。係啊，做大兵。 成法，按辛辛苦苦安尼1年來，撩較久的喂，撩到20張算過年過頭安尼。冇錯，故說根本就係天春夜特別嘅吧？特別嘅吧？特別嘅吧？今日唔係比賽，唔係比賽，但是呢，還有有搶到，還幾位安尼，哇！好上朋友哦，好上你。哎呀，對，今日你也都。 哦，我哋唱歌本他個堂哦，冇錯，好唔好？天傳意啦，好不好？等他好好表現哦，快樂啊！啲哈，過年的清明日啊，我用快樂嘅心情嚟唱歌本他個堂啊，冇錯，好嘛？好嘛？好好表現，還有你國寶嘅欣賞，兩邊欣賞，係啊，同樂，今日對，唔係比賽。 但是有唱到欣賞的，本他這個建議啊咧，一兩位係慢人呢，來好好介紹下嚟嚟。全力的秋華欣賞，哎呦，來，掌聲鼓勵一下。還有恰奇嘅欣賞，哎呦，今天冇大分數啦，冇大分數，啊，這本他個建議哈，安尼先來安尼，好嘛？ 我們先請國寶級的老師，有請人的欣賞來做示範。示範啊！我們讓 gentlemen first。對，來示範一下，恰幾個欣賞來示範一條歌本他個堂啊咧，好嘛？歡迎幾個欣賞。好來。 嘿
山歌苍来，老天川啊，已现了，爱到啊，树为山水果树，真老烟年轻了，唔惊人也难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祈福先生，天传日快乐！天传日亲魔寒哈，嘿咪每一年的天传日做讲亲魔寒，系啊，我鼻水啊，系嘛，中恶事啊，多做恶事，多做恶事，这个做恶事服务一多年的时间呢。周庆忠係78年，佢樣是莊福陽先生，喺外去打鼓嘅，佢開始民國78年，78年咯，所以啊一直都40年，我時間，也要做115年的呀，115年了，係啊，對，啊78年，37年，37年，哦，多年嘞，啊田傳義也比賽從一段民國57年啊，對，也已經60幾就來啦，60幾了，哇， 60幾來，啊，那樣算以來有一多年就第家歷史有一舊誒，你才藝都一般以上呢，對啊，那就跟金鐘獎一樣啊，一甲子啦，差不多誒，60風華哦，對啊，所以都係之前呢，我漸漸嘅咩記嘅，30年以上，按多年來，有讀過嘛較特別的線數。親切的線數，有較縫嘅嘛，有冇？縫嘅應該動到吧？縫喺千度，就等下呢一條線數全部都全部都避過，都避出來，係啊，就講一條條避水閘，留到唔地跳。佢唔地跳，以前做起真係也唔地跳，就講真仙反仙，有啲就講嗌誰冇去跳，嗌誰來跳，佢當然誰冇就一定誰冇去跳，誰來跳，但是每3年嘅演繹啊、演字啊，冇聽過大，所以冇辦法講一聽重要，就變嚟講，像以前嗌做起家下做樂事。拄多好人生，也擺就有哪感覺，有創到人跳嘅，運氣好，拄到人養回來嘅，對，難怪我細聽到嘅安尼個隻裝逼嘅創嘅時節，奇怪，特別做嚟到動歌，運動歌啊，運動歌說哦，創下個歌一聽來，喳喳，言論。綁到人個哦，演得無好線，創到4模會起係冇？差唔多創到4模會起。我做起嗬，計樂事前台，做唔得去講，咬白一跳喎。結果係幾麥嘅，如果創麥嘅，幾麥創麥？係喲，所以都面向喺度也向，都喺度接受落去嘅。別你講。
佢一衝馬跳，我就愛嘛個跳。哦，叫做小康夾把嘅跟演台嘅，對，孔锵老師的時間，那個年代不能選 key 是不是？以前那麼大牌，對不對？還要送禮物嘞，還要送禮物，才能讓孔锵老師伴奏嗎？哇，現在屈就了呢，小锵老師。每一個人要買一條香煙，真的哦，要先打煙，先送一下，生龍禮物，對對對，哦，真的哦，這樣才會彈對 key 是不是？哇，對對對，現在是老師要，你需要什麼？你需要什麼？老師要送歌手香煙這樣。沒關係，我可以放卡了就好，你不用幫我彈。沒，你同我純屬啦。我講40年前樂視青台啦，40年後也得歌數青台。冇，歌數青台啦。冇啦，還在欣賞。欣賞董聰優啦。彈出來。他們要採譜嘅對哇。對呀，那位人家的歌數。係啊。你清唱哪一個人聲音都是黃鶯出谷。係啊。對不對？不可能嘛，你還是要有音樂配合。對不對？是。對嘛？對不對？對啊。所以煙趕快送煙，宿舍爛場哎嘞！你很會避開哎，講得一嘴好話這樣。老師有冇建議每日哋後生？佢哋等下會表演嘅，有冇好貼片嚟注意下？一定後生嘅嗬，大家看一下，全部就有那個小演出冠軍，甚至還有創一檔好嘅，乜個超級組冠軍就有啊。當然一定要建議嘛，哎呀客家已經有創山歌嘅，真傳統山歌引來引少，希望佢哋繼續來傳下去，應該要傳下去。對，而冇人講係屬愛都溫軟，一定要創嘅嘢。看愛有沒有人，硬但唔硬意咯。真的，講真的，愛是冇辦法的，愛放唔起來呢。希望愛咩要傳下去呢？唔做得啦，你兩條練好就好了。無啦，配會改啊。兩條無啦啦，愛是練唔起來咧，你喺度會唱，再傳下去，對嘛？係啊，有樣，再看一下就，好嘛？好。哦，安之先呢？是蒙基貴先生，安之先，麻煩做呢個 B 嘅，好，等下雲送，好，走得，好。站眼前，鳳寶唔當做拿製作單邊拿哈，記得要青島鳳寶。哦，蔡幾個先生真係非常好嘅，非常好嘅總比，對，哈。咩指導喺你青島啦，真的，相信所有嘅後生嘅朋友，都有數到兩筆欣賞嘅指頭，指頭歌嘅，好。來，俺哋先有請啊 TV 後生人啊劉志豪帶來評判。有咩動力可以來彈過來哈？我們組一個團叫做 NGAI 女團，客家女團。歌出來嘛？有發通的呀。NGAI can see your lying eyes， 就是比較簡單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對，很強。對 NGAI， 希望大家也可以記住。怎麼聽到好像你被電到？
上衣还有上衣毛强用呢，变强起来呢。系啊，有啊，有啊呢啊，很奇怪呢。上衣较油又较高系嘛，有啊，其实这来比嘛，比赛啊。前6年还拄好迄边上的时间，这个样子很重多哈，很重多，压下啥个上衣衫边讲又边高去了。系啊，有在练习吼，有啊，你还没中过10啊？田纯你们在中过10嘛？26年、2024年、2025年，就填谢许国老师，体育欣赏，田纯去做乐师，做乐师去大鼓，所以要2年的啊，之前冇，之前很忙。之前很忙，啊有去参加比赛。之前有去参加比赛，啊主要2年天天请几个先生。中国时，还好穿就冇比赛咧。冇啦。唔係，因為比已經比到唔得比嘛。乜解做都比咧？係啊，乜解做應該都想比啦。啊，冇嗌嗰時係106年，嗌去比少年組。好。嗌到提名以後，啊嗰時都好又轉上，啊全冇上。全部上，還終於拿到第1名。冇嗰時就很忙。高鐵以後啦，嘿，大條名以後，高鐵就變上咧。比小跳組。啊結果就冇上嘛，就有人比就冇得名啊。哎呦，還有個又讀到疫情。這樣子你會懂嘅你冇？吃懂用啊懂懂轉上。那個懂難過啊你嘛？有艱苦啦，懂艱苦，唔過沒有讀書啊。我一直怎麼講不出來？因為你最近太喜上眉梢，你沒有感苦的事情。沒有啦，也是。你當你都懂歡喜，就冇感苦的事情，笑唔起來。不是，按田純現在做樂師做2年，我感覺有懂歡喜呀，懂榮耀呀，懂。榮耀聽錯嘅吧？對，還是。應該係榮耀係。對。唔過最忝嘅唔係3月都坐啲嘅大鼓，係大擺都按人咩，有啲我背。天時都那要有時咩？佢公演嘅，有時會做到戶外，搭棚嘅嚟啊。冇啦，去公演嗰邊。公演。佢係本來就有一個舞台。去公演。啊，舞台沒有那個遮風的地方。冇。它算是開放式的。開放式啊？係啊。跟風修修前面、左邊、右邊全部是空的。哎呦啊，咁寒到嘛？有時要讀到落水，哎呦，因為讀到落水，落水會搭棚吧？有棚吧？水唔會入來。哦，當然有棚。唔過吹黑冷啊。哦，算是半露天的啦。就冇好大鼓咧啊，冇好發通咧。做唱到樹唔會停通。哎呦，就辛苦了，迄比賽咩辛苦哦，全部都清走就會去報道咧。哦，佢有啲風一吹，一條那冇有按斷，跟唔條那當通。會吹風會吹到條那通啊，會條那通啊。對啊。所以戴帽呀，戴毛帽。對。要不然你就留像他的這種髮型。也是可以。對啊。啊。好像那個。有一種。好了，你不要形容，想不出來沒有關係。有一種狗很漂亮哎。什麼狗？什麼狗？那個毛。你等下聽聽的秀。最近流行。流行的狗。很漂亮，好可愛這樣。還有。然後很乖。薩摩耶哦。不是薩摩耶，薩摩耶不像。有點獅子狗。沒有啦，不是，那個叫什麼名字？我回去查一下。冇先問個邱亞欣賞人嘅建議哈，鼓勵哈，對，之後啊，係冇？吼，係講起來講緣投吼，你也唔會輸阿峰哦。係啊，唔會輸，還有賞啊，年輕就是本錢。係啦，佢細細嘅時間是看佢比賽多啲哈，我說吧。啊，佢也係車老師、車傑貴先生訓練出來，非常傑出來，哦，嘅學係第一門神啦。係第一門神。唔過佢客家話講安好，哦，啊，今日唱歌真見睇嘅當然對啊，真嘅當然對哈，有進步咧，真嘅非常進步哈。啊，家佢講嘛，做去喺做當田產嘅嗰邊啊，做喺同我
乐师欣赏啊，大鼓我有看过去啦吼，而且老师嗰度要拖到佢夾位吼，也嘛兒童嗰度也有讀個做工樂師吼，看佢同佢讀腔，你啊能夠講培養嚟後生就培出嚟吼，我講我感覺親安心肝親安慰，所以人講現古樣話嚟講，學嘅也親強，啊嗰度嘅創嘅也親人調，吼。你啊，基本咯，整件係一般嘅分數啊，1000高分啦，1000高分100分啊，對啊對啊，基本冇大分數啦，冇大分數，有冇按嘢啦？可能乜撈嚟嘅？哎呀，係啊，我有，有認真唱歌，認真唱歌啊，啊，蔡條威吼，也蘇珊老太家講一下啦，哦，強啊，強韻，強韻，強調，哦，所以咧強是平平一隻強勢用法是冇強咯。講你唱個強調當好啊，當針調啊，人嘅強韻咩非常好。就是一個強字強勢，咬勢是冇強咯。就像你唱條會講啊，散彈唱散歌，平平一隻散勢是冇強咯。所以佢咪我嗌你只好幫你針調，真的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安子姐，對啊，厲害，繼續看人家的後生嘅傳承下去，我會繼續加油。好，什麼之後，安子姐，下來合作歌曲。認真唱歌，佢喺呢邊認真唱歌冇可能咯。我特別後生嘅時間咩嚟？係咩係啊？係啊。公司採訪認真唱歌，這個會很流汗啊。汗腺很發達，奇怪咧。就表示你唱了，你身體有捏起來了。對，有出力了嘛。那個腎上腺素有起來，哦，這流汗。係哈。對，好。你下幹唔會？你下幹係唔會？一下流唔出來。好了，沙雷，喺呢邊梁先生帶來3個字。好來，談過啦。思南
多呢。嘿啊，嘿啊，尤其是咖米西。有。有些介于流行还有传统山歌的，对，现代传统一点结合。嘿啦，给他晕。看一下，他们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中高手。没有得过名啊。我係103年嘅時節，103年，長袖年族哦，兒童族，係我要出103年嘅時節拿到少年組嘅冠軍。哦，少年組嘅冠軍，真勁啦！真的呀？係幾擺，T擺從阿結講2位咧，阿歌詞班團聽聽。係，就28集時，因為 T 擺比賽，咁咩唔啲每2位嘛，就想講誒先28，係。哦。就後來2位咧。公佈嘅時間誒，同藝美就看一下就啊，快啲咧。回家背歌詞。哦，回家背歌詞。可以班聽聽。所以有第一名啊。係。所以你這個係啥比賽啊？冇啦。懂多啦。懂多。係懂多。少年族啦。就天時地利人和。哎呦。就剛好歌詞背起來了。啊，你記得你幾擺唱乜嘅嘛？落山歌。落山歌。落山歌。哎呦。唱一擺半堂，我看幾擺評審欣賞係咪？幾十春秋，在人間啊！有感覺。對對，我本來想說要隨堂考忤逆你這樣。忤逆，忤逆是，沒想到我誤會你。上對下，好不好？下對上，下對上。因為現場有講嘛，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多唱一些不一樣，冇共用。故時候我要拜獻山歌字，係因為落山歌，我唱歌，還有平板沒唱過，但小調唱過，小調有唱過。故時候就山歌字還有平板，因為平板太難。就別人唱了，我就不知道自己的怎麼唱了。哦，太難。故時候我就想講好山歌之後嘞，上禮拜張平板啦。老師可以嗎？可以嗎？平板，好拜。等一下。但他張磊溫情商，我們讓老師統整一下，你急什麼？對啊，你要去上廁所是不是？是啊。還是現在大牌了，黑唔黑？你要大牌了，黑唔黑？主持周叫了他要抓主 key。對我來講，就有老師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係啊，當然啊，所以不能放過。講伊哋阿清風啊，黑嘛，幾輪老年都辦主持節目、實講節目，還有組女團。組女團，吹我杯還揾人家將演出來。哎呦，很瘋呢，你現在。冇啦，沒咁請老年大女團。因為係在這裡結下孽緣嗎？我有6年嘅時間係讀竹東嘅民政科，對，我去幫忙處理報名的事情。哦，嗰時候有中批分來，義務呀有酬。沒有，就是有人拿錢給我。哦，就是有一天屬於的查馬菲案喲。嘿，就是這樣子。佢就想講，好，我去試看看好咧。有到中批係來嘅時間，看你後上，就講。你懂山歌嗎？然後就會講，我係農業大擂台比賽出嚟嘅，所以講係流行歌曲，係唔講我有唱過山歌，係多謝啦。一講農業大擂台嘅，是你排這嚟啊？其實你唱歌，就有一種買保險的感覺，一家人這樣子，同路人對你會比較敬重一點，就比較不會看輕你。不會，就我因為講就不會覺得你年輕不懂事。鬧熱出來的孩子不會丟人，不會查到那邊。這些老人家也是怎麼會這樣倚老賣老？其實不是倚老賣老，因為比賽他會比較慎重，歌詞會比較慎重，就是你真的會幫我弄嗎？你真的會報名嗎？真的你懂嗎？對，佢條動初中兩條比賽，比賽就會貼片100，一百啊！哦，所以那2年的時間，那你現在是組團在組哪個團？哦，我們組一個團叫做 NGAI 女團，客家女團。NGAI 有嘛啥？有艾亮先生，還有劉美玲，還有喜芳，哦，對，喜芳張喜芳，哦，之前仲遠文，佢三傻，阿芝仲演嘿，陳碧儀先生，陳碧儀哦，那是一個很強的女團嗎？NGAI 看他就知道應該蠻強。NGAI 矮嘅意思嗎？矮嘅意思，就像講用英文嘅方式，本大家提供，其實客家的英文拼音，唔會難，很簡單。看到人家詩就啱未出來，就 NGAI 其中一個是你啊？係啊，我在網絡上有滑過啊。有啊，三傻有啥嘅啊？三傻，
有一个是你。嘿啊，有米林啊。有啊，有啊，有矮啊。给片啊。有啊，全部都黑啊！我在哪里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啦。在那边那个，嘿那嘿，要迄总英文，嘿，中间迄刘地方，啊 ，OK， 哎呦，希望这一个团体做的在下个发通进来进多。客家的，啊，冲挑按样。嘿，啊，国出来嘛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发通的呀。有发通。Can see your lying eyes， 就是比较简单哦。题目太大之后可以对，很强。对 ，NGAI， 希望大家也可以记住。怎么听到好像你被电到？罗哥的耳朵好像有一种屏障，有没有？哦，真的。那个嗓音，你都给他逆功，你不会弹出来就变猛用的东西。他一摆三场也会冲，我还好啦。做的啊，哈，就会去冲这样样 NGAI，那冲就冇乜問題吧？係咪？哦，好啦，衝出嚟，衝點來咧，哈，奇怪先生吃到。根本先衝得用誒，係啊，啊一種方式衝法，係啊，關係嘛，有啲流行嘅方式，我到後台時間，佢就先講，等我衝嘅時間，他先洗白就衝咧，當好、當針、當槍，哦，佢喺那樣講，佢喺那樣講，哎呦，不過真是啦，衝得當好啦，當針啊，當槍，但是呢，我認為講佢衝傳統山歌有較少啲嘅，因為平常。佢單單唱流行歌曲較多，嚇。佢雖然你比賽嘅時間，我也都個伴奏，嚇。佢拿到嘅小演出冠軍，但是佢冇一出延續上來，就講哎呀，那件大擂台中間有啲位愛佢唱山歌時間，佢暫會夾夾出來學唱啊，哦，所以臨時抱佛腳，臨時攬佛腳嘅意思，所以。佢俾唱嘅人認真來唱，我仲講後生咧要唱啱好嘅，也冇多少。冇我希望講真實，除咗講流行歌愛同佢發揚乜嘢，人哋傳統歌曲係你要同佢發揚。本嘢哎呀，唔可以講我做咗流行，傳統3-5年再繼續來接下去，因為有人看後生嘅多年，有人看就低。對，所以以後就變當衝，當好、當強、當三嘅法，就可以繼續傳承下去。好，就咁樣，做得冇？做得好，加油！阿貴先生咩動波嚟？係嘛？他給我很多鼓勵。對呀。他公開 PUA，滿好，聽到冇？很好的情緒價值，對吧？啊，自己加油，加油啊！好，冇問題。哎呀，靠人也要靠己啊！傳統歌也沒有衝，哈。好，加油！來加油 ，NGAI，客家講聲咪，好吧？NGAI，係嘛？哦，殺下來，迄幫兒童帶來平板。我來躺寬啦。攝影師都會照到那邊去嘛，所以最近壯壯老師都比較有精神一點。哦，那老師現在上次被 Q 了以後，對啊，反而看到小康老師。小康老師他剛剛是閉眼睛彈琴。我覺得你好像都在睡覺。沒有。冇啦，佢數有聽通啦，他在感受那個音樂。幫我按關機音樂。啊？阿
又看到你啊，很好啊，真的，看到你慢慢状态，系啊，真全种个树，18姑娘一蕊花了，嘿妹，真的，哎呀，你还没一天从你总公司了？从爱2年没同志好共用，然后同事就冲了，一起去那边为你我受冷风吹的。不过因为安尼迄从细到大都老车去过身上冲3个，故说安尼有默契，还有从车去过身上较有默契，夹熟，夹熟啊，志豪较无。唔系啊，都亲厚啦，都亲厚啦，默契。系啊，还有汤太年生子阿公阿婆冲3个，迄我从细到大嘅童年回忆。哦，难怪。一次都了哈。当向书老大家向下，做表演冲3个啊。你是在讲官话吗？还是？是打从心里吗？真的呢？真的吗？嘿，因为俩下嘅年轻人，没有人。很少人会唱客家山歌，所以你们就觉得你很独特，懂特别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我爱老俩客家文化传承下去，推广出去系吗？你是肺腑之言吗？嘿吧，你为什么一直怀疑？奇怪。对啊。因为我阿姊还有阿哥从细没有老我乡下冲3个，不过。他们现在没有唱了，连他没唱了啊，有点大宋，可惜哦。你觉得你哥哥他们很大宋，所以你不行放掉，所以你要把它演下去。要懂戏份啦，只要演小孩一直然后阿婆乡下生发就从3个冲到台。哦，当然的，当然。你很用嘅，你能可以参加学生嘅音乐比赛啊？哎呦，真的啊！台湾戏曲学院也是高中3年生，我10年嘅时间去参加台北市嘅音乐比赛。音乐比赛，爱演呢？嘿，国乐的高胡。哦。这次的成绩。国乐的高胡哦，同你平常嘅客家冇共用吧？冇共用。高胡哦。朋友欣赏，我们杰克玉老师的琴。对，那你觉得我们杰克玉老师拉得好吗？当然好啊，老师琴艺跟颜值都100。对，他是颜值担当啊。对，我知道啊。2位女老师颜值担当，其他都颜值担心啊。就是他们是真的可以，真的很担心，对。所以每次很担心。那个摄影师都会照到那边去嘛，所以最近壮壮老师都比较有精神一点。哦，那老师现在上次被 Q 了以后，对啊，反而看到小康老师，他刚刚是闭眼睛弹琴，我不知道你在享受吧？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你好像都在睡觉哎，没有，听莫啦，给树有听通啦，他在感受那个音乐，帮我按关机音乐啊，他还自己 Q 帮我按关机的音乐，他跟音效师配合的真好，对啊。哦，真有型，戏曲好演系嘛？你问安呢？係音樂呢？音樂呢？哦，繼續加油！2026年嘅5月9號老師號有我嘅畢業音樂會。哦，過3日咯。係。哦，剩3日後準備咯。哇！要畢業了。你個人的嗎？我們班的，但是有個人的獨奏。哦。按這個個人會獨奏，至少嘅。超。哎呀，特別派你出去啊！大家都有一個獨奏。大家都他都有了啊，那就沒什麼特別了。我一聽你表現得懂好啊，係嘛？有啲嘅欣賞可以在太後會繼續下去嘛？聽音樂圖就好教。靠。其他嘅其他好講咩音樂方面呢？係嘛？哦，安樣好，讚啊！好，那到時候畢業展的時間哈，你就特別展現一下，好不好？哈，不要輸人，好不好？好，輸人不輸陣，哎，好，不要丟我們客家人的臉，好吧？唔會，嘿，阿聰說咧哈，好來唱秋下欣賞同鼓勵一下。好來。其實講呢客家哦，客家文化要宣揚，冇俾人看冇。其實呢客家呢歌謠哦，
没轻强嘞哈。人家你啊讲到田传仪加油，讲嘛田传仪加威讲到田传仪做国术的啊哈。田传仪讲老师发真紧哦，加油加威青岛拍油50-60年咯。你总个同个国有比赛哈。以前没有同个做过裁判，真紧当人啦哈。那亲人为你啊几位先生我都该做裁判，包括儿童没有都该做过裁判啦，裁判。原来，一只原师，有原就会成功，成功就要留本认真嘅嘢，你讲係嘛？係啊，所以今日個堂我教會呢啲小朋友，你講小朋友已經睇嚟，當你畢業呢啦，個睇嗬，你是不可當。刻出的人才哈，真難能可貴。所以我希望呢電視前的觀眾朋友，當然講哦，呢老嘅大擂台，請我講啦，青山啊，當然啦，我兩位呢啲主持人啦，確實有樣啦，啊，你老嘅大擂台，清早以前還沒創營一開頭嘅時候，還沒有老詹米老師和何一峰老師最早期嘅時間啦。都未都係嗰陣時咩華視頭前一開台嘅時間，嚇，我都沒有個表演主持過，所以你按你情形嚟講，我希望你電視機面前嘅觀眾朋友會記得客家人爭鬥，嚇，客家文化嘅發揚，哦，因為講人嘅客家嗰條係冇落客家就滅曬嚟嘛，我係冇。所以今日呢啲兒童嗬，我就今日不記得傾聽嗰個，而家唔會喲，還有家個小朋友嘛，先先嗬，唔看見到幾位差唔多嗰種嘅時期哦，創年紀創年差唔多樣，創嘅個人國際有國際強韌，哦，呢係非常難得咧，嗬，唔係講千古班啊，啊啲啊。你碰到傾聽，繼續加油！好，多謝，梅斯蒙一動哦，加油！沙雷嘅畢業音樂會，加油！好不好？加油啊！哦，繼續推廣客家山歌哈，fighting，韓國加油也是叫 fighting， 他們還不會發 F 的音，啊，他們都怎麼發？好像叫 fighting 吧？哦 ，fighting。好啦，沙雷係吳丕源帶來山歌子。好，fighting。
冠军国水，哎，真的嘞，演出冠军嘞。按叫无看到人家，还你叫俺袂创？係啊，係咪有哦？有啊，哎呀，會創過。姐姐有創係嘛？姐姐有表演？冇嗎？冇，跟住還會創啦。那有啊，有啊，就創了以後啊。真係叫冇創，係都冇馬會創過嘅，你話？那有可能。真的咧，真的啦，創過嘅姐姐練習。我接創。好。就會就像健身用嘅，你當你練佢就會。誒，你嘅創過嘅上一咩肌肉記憶啊？係咪？對啊對啊。故所姐姐練習啊，應該帶動好。誒，帶好，啊要後生。我係叫冇創，咩咁樣按冇創啊？冇啦，係唔對，唔好嫌啦，係冇欺嫌啦。哦，Vito 上嘅 TP 節目應該咩有練習啦，係嘛？有啦。輪到一必按叫咧，係嘛？要練一多點鐘。一多點鐘哦。練叫，可能練差唔多有1小時哦。1點鐘哦。1點鐘你啦，你1點鐘做做按厲害咧啊！按好誒咩動一槍誒。沙片呢？冇啦。啊，唔過我真記得我啲比賽嘅勇士，啲嘅演出總冠軍嘅積分賽嘅時間，1000米100嘅時間，因為衝唔出一隻歌詞。哦，衝唔出歌詞。嘿，就本那個。建居哥，因為我那時候跟他就是2個相差很拉距比較大。客家陳雷，對，然後就是差了2分，然後好險之後有就是比賽有就進來，對，就進來。就進來，有啊，佢拿冠軍嘅啊，對，係啊。哦，好彩啊！哦，所以你印象較深刻的就係件事。印象較深刻。第一比賽，其他比賽時間都當穩啊。當穩。沒有，還是有一點啊。係啊，主要幾擺可能蒙詞啊樣，還後來又叫進來就好了。叫進來，強強拿到冠軍。好險老師有指導，欣賞有指導。跟田傳英有去比過嗎？田傳英，之前有去比過，啊唔過因為嘅。疫情之後就冇去比嘅。哦，疫情之前有家家去比咗對。係。哦喲，哦真係啊，有比到點喎。廿八嘅去年嘅田傳英也冇去比，因為我上班就冇去比。哦。係。哦，所以一講到上班，唔係有啲長照中心係啊。你阿強做督導嗎？還是做長照，去副督導員。哦。那要照顧一條病人係啊。要安排啦，要安排，沒安排，沒照顧嘅呀，要安排啊，聯絡嘅啊，兩端的，就是跟那個真正的居服員，還有給家屬兩邊聯絡。算行政方面的，行政方面。哦，唔是直接照顧啊。冇直接照顧，安排，就安排安尼。佢有看到乜嘅事情，較感動嘅啊，較有印象嘅冇？啊有。有啊。有。做得分享一下。就係。較細人咧，佢老阿公阿婆強下黑，啊唔過佢哋大擺對佢嘅口氣都唔係幾好。哦，要當作聲音做就係安尼，然後佢哋話，就係阿婆對佢哋當好，啊唔過佢就見罵佢，無論用嘅就見罵佢。罵阿婆。係啊，就對佢嘅口氣唔好。我就心度想講，假使。要事情發現啲啊，生活埋我用。哦，這個發生嘅發現用誒，那是隔代教養這樣子嗎？你說他們嗎？孫誒咯，阿公阿婆沒有，就是還是阿公阿婆就是天突案。哦，怕聽識嘅啦，跟對阿公阿婆講法會安尼冇？唔會哦，係會去見名阿婆嘅面。哎呀，阿婆安講啊。我要用水見佢。冷水見佢，哦，啲教都得嘅。係，佢代表佢水體嘅時間，就見佢。哦，關於用水拍佢啊。啊，唔過一下冇辦法咧。哦，阿公啦，阿婆都去天堂做天使。哦，做嫌疑咧。係啊。講真嘅，而家長照中心已經就是3.0了嘛，係嘛？係，對，已經要3.0，還要4.0？要3.0。3.0了，哦，對，我們還是要把身體照顧好。自家照顧好了。照顧好了。係你對種皮會較好啲嘅。對，較好啲嘅，還有耐心啲嘅，其實冇不平嘅，就唔是你送到去長照中心嘅。真嘅係啊。對，係啊。我看到咩，我唔判斷嘅。我唔判斷，我看到。
陆丰有就会卡比较年长的长辈，对，顶都不会喊，如果知道因为我们都没生意的照顾喏，会心里会觉得很不舍，很想去帮助他，这样子，你就会有怜悯之心就出来，对，哦，搞不好人家是家财亿万贯的。就看不底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出来散步而已。没有呢，我看到佢这家行动多摆诶，就冇生意嘅家3年那样。所以就感觉当吹歌样对，就觉得怎么没有这种长照资源政策喺前后嘅，对，前度会种批朋友，尤其係講現在沙飛嘛，有啲後生可能會走條路。甚至要無限。对，所以像我那个去你家蹭饭去东后啊，我们就会在市场碰到一些年长朋友，然后就在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啊，佢做一副卡住都本来就说，啊，给2、3分享佢哋人生故事啊樣，給2、3點就佢當翻譯啊，係啊，羅斯峰論嘅副卡吃飯誒，做的公司發真的100個群組，所以那個節目的意義就是這樣的，他們搞不好可以開心一陣子，或是開心很久。因為還有一隻阿婆啊，佢喺居服員去煮飯，佢當日就會當日都會去留佢煮飯，啊佢同希望居服員啲副卡。陪佢食飯，對呀，陪佢食飯，陪佢聊天，聊天啊。我崇拜佢，我就問佢講，阿婆，按你一生因為都無聊嘛？佢講食菜已無聊呢。都無聊。好險有居服員來陪我，按你我就唔會較無聊。就像一隻朋友，當你會見到，當你會看到嘅，係啊，感謝你哋。冇啦。真的，當偉大。你们很伟大，真的，这也要很有爱，才能延续这个工作。这个居服人员真的很伟大，没懂辛苦，懂辛苦。好，来，冲出来，唱 K 歌欣赏。好，来鼓励一下哈。那個一年土干群的一個配員哈，但是我係希望講平常時還係要出來唱。係啊，因為啊，你話嗰個叫冇唱啲，嗰時容易唔記得，天專業叫冇唱會上手的。因為遐東西，做馬講可能係好生人咯，係嘛？我條年紀大嘛，我兩三組70初來初登來，係嘛？小下先生講幾毛？唔係，佢講幾毛啊？梗係幾毛？填我變填。所以啊，好生嘅職業要搞本一條，我繼續傳承法，自家一天都出來。就會因為工作關係，要咩出時間出來，自家去多練習。就像我以前總要上班，早晚可以出來教山歌，就會傳承一樣意思。希望同樣繼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加油！有閒都出來衝歌啊！係咪？暗號嘅聲音。係啊，大宋。係咪大宋的？大宋。好，好嘛，加油！謝謝，好嘛，謝謝。好來，回做休息哈，好。好嚟，沙落嚟，沙落嚟，李秀儀帶來3個字。好嚟，彈過嚟嚇。我今天才知道大家都認識我媽，都同一團一起練真的我嚇我。跟你媽是全部很熟，反而你跟他們不熟。媽媽跟他們較熟。而且今天我才發現，為什麼我會被發來，我就還是充滿了問號。為什麼你？全部按頭上，全部從站過從的按頭。沒有上呀，你們衝得懂後啊，你阿田傳有得名了呢。對啊。因為剛剛怡君說了一句，我忘記你超過25歲了。哦，有年齡限制是不是？這是什麼歧視？他自己都超過25，他怎麼好意思？有。情。
真的很不像一类不冲啊呢传统国味。我也很惊讶。那只都摸穷。无冲啊，不过因为家没喜欢嘛，系嘛。对啊，蛮孝顺的。因为今年那场地全部同胞命很喜都是被逼的。我今天才知道大家都认识我妈，都同一团一起练散歌，我吓死。跟你妈全部很熟，是吧？全部都杨妈嘅同学就出来，哇！反而你跟他们不熟，妈妈跟他们较熟。而且今天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会被发来，我就还是充满了问号。为什么你全部按后上，全部从上过从的按后，没有上呀？你们冲的懂后啊？俩田传义有得名了呢。对啊，田传义没有得名。因为刚刚怡君说了一句，你讲啊，我忘记你超过25岁了。哦，有年龄限制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歧视？他自己都超过25，他怎么好意思？有的人少年早成啊，老成啊，对不对？这样。对啊。他怎么25加几岁而已？对啦。加一点点，加一些的，听听呐。对啦。所以很上嘞，很上嘞，看不出来。从那以后啊，对田传义、三国比赛来讲，那真很上的。对，我算是后进，资龄2年，从2年的时间，2年前有去比赛。这去年到今年，去年到去年，就2014年还有2015年，2年有比赛啊，系嘛？而且有一组係第3名，有一组係第1名，有一组是佳作啦，佳作有选的第1名。哦，安尼说懂厉害啊，应该只有1002首。他2年，后来他2年。跳冲的就会给跳狗嘛。所以1002首中的1首哦。你可以增加你的歌库啊。对，增加。今年要再拖别人一起下水这样子。对冲哦。拖谁下水？对冲组哦。拖不一定啊，也可以啊，对唱也可以啊。对冲组没做的啦。你做的参加就全部一场。妈唔是爱拖啦，一直因为逼着我报名。妈妈懂跟着拖嘛也。拖同学，我之前演了一个客家戏，我们在讲客家女人的戏。嘿，该在戏全部係客家人，全部客家人嘅細妹，全部唔會從山歌，該你一班英英是表演在山歌嘅團，第一地位讀，我要把那4個全部抓去比賽。哦，該使唔使？因為客家人那團結的磨練到變成客家人。因為吼，係用英嘅，其中英是講英英裡面有唱一句山歌詞嘛，我們就一句歌詞這樣，就是我們歌詞唱起來是什麼？等一下我想一下哦，這哪有什麼呢？好奇了怪哪？我不是好玩，這有什麼好奇怪？對，唱好玩這樣子。然後那些人說這個旋律揮之不去，你不看那當一轉你不看，你排練完之後哦，緊衝。這懂洗腦是吧？嘿，開始說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好像可以。很記得看人比賽啊，按用記得就會唱那年大擂台嘅 opening。沒有。沒，你就6個雜音，唱完整呢，本家就當一堂，糖到你就直接幫他報名，全部都要用2條比賽，全部出來強下衝。哎呀，好吧。衝山歌對你來講，因為人媽媽真好衝嘛。唔過幾好衝，對你來講會懂難冇？很難，懂困難，應該知道。因為經常因為欣賞嗰邊學習嘛，錯，只係又就是轉音啊，然後還有那個咬那個腔韻啊。我現在還是國立編譯館的基礎啦，就是老師怎麼唱我怎麼學，我還沒有辦法轉換成。唔講人家上線啊，唐藝人啊，知道懂事合唱，講真的，對，是適合的，真的，有戲曲的嗰種感覺哦，每一種表演的方式，全都一適合呢。真的，那戲是，你問秋霞欣賞係冇？對嘛？上映後堂。來，秋霞老師，係冇？佢適合哦。佢上非常好，真係軟啦，軟調又做到吼，曲韻也有啦，看佢今日表現，不論表情啊嘛，個上韻同你都做得非常好吼。唔過。連牛師注意啦，只要雜師一幫你專門佢講會了嘅啦，唔咩，會了咩講咯？高閃床唔好闖到床啊！哦，高閃床，床，係閃床，你講闖到闖咗變成衝唔衝用貴語去發音，你啲兩首歌嘅，所以雜師讓康師嘅，其他的非常好，非常讚。你客家山歌，
因讲真年轻人啦，无按改啦，叫阿峰跳嘅，就亮机，就按亮机，这个大天啊，就会好地方啊，我拢讲啊，山林水秀嘞。好风光呐！其实吼，两位金曲奖的按腔那个吼，你也就名主持人。啊，你就老安尼啦，三国好去了，你看安尼啦，好上去比三国都创得按对。哎呀，三国，因为冇按简单。哦，发奖就会靠大家。大家。唔管今日小二讲，叫你讲三国按难，叫你干唔出来创啊。干嘛别记啊？干嘛别的？干嘛别？有好啊，有按个通力当好啊。对啊，分理解啊，懂理会啊。有人吼。啊，所以今日所讲嘅两首歌曲咧，应该选角做得，还是讲天数后背嘅杂事，你注意其他非常站掉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你，继续加油哈，对，真的。加油！你真的很适合，好不好？给团全部请哈一比赛，好，全部很。我跟你讲，流行组比完以后，对不对？你10度未眠以后，什么时候才会到这个度？我不知道。终有一年，终有一年。好，比完。这节目久还是我撑的久？对，真的。你再来玩一下，给传统组位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哦，欢迎哦，哈。好了，合作休息哈。什么小姨，安子谁？好了，杀了。来烟亭带了3个。好了，谈过了。水啊，下山了哦。
水啊，安定一下。EQ 嘛，看到了啊。好久没看到这么活泼。最近有变瘦吗？最近有变较瘦吗？还差不多，迄嘛该是牙套拔的。嘿啊，现在动力好一点。最近有赚钱了，你看香奈儿的衣服。没有。这是仿小香吧？不会是真的香奈儿吧？但也不便宜，几千块。哦哟，真的哦，真的有穿钱就穿钱了，穿钱了，投资去搞。哦，你喺呢做买？表演吗？表演还有影屋嘅工作。影屋嘅工作？乜嘅工作？乜嘅條路？婚喪喜慶的屋師。哎呀，屋師啊，那你彈奏紅白場嘅屋師就抽咧，愛演呢？愛演呢？哦，愛演呢？哦，紅白場你都有去？有去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很容易哦，100萬啊。哎呀，跟錢多多呢，有去白場的，對不對？有白場的，錢比較多。紅場的比較多，因為白場嘅冇。真的嗎？白場較少。白場不是會比較多？因為東家啊。佢就會請假就攀鐵咧，哎喲。哦，你啊。嘿，可能1點鐘、2點鐘就攀鐵咧。做 U up 紅場的較重。哦。時間較久。啊，現在就家啲講紅場、白場，記得好唔唔得燒乜嘅？哎，燒嘛？燒乜嘅？啊？燒馬街。沒事沒事。老師他們不做紅白場的。對嘛，他們要做這個藍色的。對對。藍色的他們也是。對，我說可以來代班。他們做黃場。可以來代班的。開黃腔你可以去白場代班。不是，他可以來代班。他可以來代班了哦。幫寶玉老師代班嘛？對啊。給阿姨演呢？哎呀，寶玉老師再去捷克的時候，你可以來代班。對，好，繼續努力啦，好嘛？加油，好嘛？好，謝謝。衝出來，唱 K 歌欣賞，來鼓勵下，來鼓勵下，來。好，難怪我會唱佢唔到。穿跳到，因為在去年3個比賽時間有唱過佢，但係看見咧，天天佢都飛啊，無限咯。有看數據啊，無限咯。暗風啊，我講暗好哦，佢在一個鬧嘅大擂台，一個傳統18歲地圖個習慣出來以後，讓了解到講佢對啊3個本身有興趣，後尾一第二個我愛嘅咧，我3個有潛意，佢非潛意愛嘅咧，喺拜要很多拜託啊，我依同埋推啊，阿個先生同天，聽出天數誒，有乜事情都冇，你嚟先聽出來，不見他，先本來，先留本先生，做唔得講留本俾人啊，喺拜人較易喎嗬，啊，最難得啦，最難得就講佢對啊3個18歲以後，產生一樣興趣對人3個要繼續來。傳揚發揚下去，也係天好現象嚇。希望你繼續不斷就係呀傳統嘅歌謠真係發揚下去，嚇，再繼續傳承，加油加油！怎麼跳架？多天數也要欣賞哦，有閒的時就一天數。對，或者你要遺傳到人工嘅術語啦，哦，你阿咩考慮術語示範嘛，希望繼續加油。謝謝，好，加油加油哈！對，講真咧，也按客家哦，我開始接觸客家嘅時間，安尼客家雖然號稱400萬人嘛，對嘛吼，講唔講客家話，後生朋友爭就7%點點，6-7%點點，啊也因為2000年嘅樣子，客家電視台，客家 B&B 成立，啊2003年客家電視台成立以後，啊經過大家共同嘅努力，也下安尼客家嘅後生人會講客家嘅比例已經到15呀16嘅。哦，真的真的，啊還有當到其他嘅外來族群嘅朋友嘅，未會接觸到安尼客家嘅文化，所以也係大家共同嘅努力啦，共同打拼出來，唔係講靠人家自家，而靠大家力量，大家共慢慢把它推廣成為顯學這樣。對啊，就是覺得好像在不糖衣記嘅客家話樣，懂親切。係啊，就像啲新加坡、馬來西亞樣嘅，一上我談當多種嘅語言啊，我直接我講嘅地位啊，希望安尼客家啲台灣要做得
又要种起劲，安尼。问他去个接做在接触到啊。嘿，好嘛，好，好，安子生，好，今日什么两位先生还有各位后生的朋友，安子生，两位先生多谢呢，哎呀，辛苦了哈。田工人还有英语和公演哈，田传业。谢谢啊，好，还有下面一段精彩的节目啊哈，莫转台啊哈，好来看一下。来的时间，因为摆动神器哦，我个团的人哈，个把个电子琴插把落去，啪，就烧掉。哇，烧掉，几块的嘞？太家子当紧张啊，新唱安样办？哇，看到谢启国老师啊，佢带表演腔唱，佢带一团乐器的，其实讲，哎，两团的隔壁团啊，两个爱本地来唱。哇！音乐会，哇！今日安尼节目不得了啊！有抢到那个作动天传艺歌唱比赛，手跳组啊！手跳组的前3名得奖的线数类都，你个节目第二度演唱好，但系各位本台这个堂啦。哎呀，手跳组的好堂，那个上个当酱当油，怎唱得出嗰种当牛咪啊？对啊。不过以前有无还蛮认识的朋友，没有 Q 朋友。有，其实佢啊，电话家有收过访问啊，哈，睇下聊一下，叫有来过的节目，但是有2位可能看冇人熟悉，有一位，有一位啊，家看到啊，看到，有看过，来先来听佢嚟唱歌，等下好好访问佢啊，对不对啊？来分享 TV 喺罗比镇带来杜马跳，来听我啦。梦
单位美女啊，真的美，哎呦，跳得好，好优雅，好优雅，来，呛，来，哎呀，真的，哎，身段动讲呢，一举手一投足，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，哎呦，主持人，哎，欧诺咯哈，没有，真的啊。变成姊妹亲就冇看到，系咪？啊，你观众朋友一看咪知，哎呀，唔免爱主持人哦喏，真的哈，他家一看就感觉，哎呦，安讲安好，去线的呀，雷公加拜咧，你两位欣赏。有来过吗？有来过。也喺我班长，上班有介绍过。舞团喺忘记也要忘记咯。哎呦，亲认真哦，亲善忙哦，他是最大的，长期都参加。最大的那一根柱子就抄个黑嘛。对，台柱。出钱出力黑嘛。对，哎呦，还出钱哦，从两局。对，难怪。黑毛叫我忘记咪黑嘛。要在喺班长，要在做采购组组长、组长。哎呦所有的sản品啦，道具买就抽了啦。是，道具全部给买。最好 A 钱的一个单位。也是。采购组很容易产生弊案。对。哎，恭喜啊！手跳组第3名。哦，第3名。黑毛。以米啊，哈，我到107年哈，又拿過手跳組冠軍哈，啊，去年哈又拿到對唱組嘅冠軍。我就想講哈，我就想講哈，按樣我唔會比賽，我轉行啦，我轉行，唔會參加嘅。啱講我想想嘅哈，唔錯嘅，我喺講我要得到田春義嘅前3名，我就可以來天師堂行吼，唱客家歌帶佢來呀就。唱跳客家舞，不說我就3萬個練過嘅啦。哎呦，還是有心機的。呢度上你節目哦。對呀，我因為我哋嘅舞蹈團要來呀，咩嚇？我哋兩個就宣傳過後啊，哦，我哋個成績假千好哦。哦，真的有幾好？有好，有幾好？哦，1年啊，哈，要買50場誒。真的假？呀，哈，就係。大禮拜都有就抽咧。1年50場。得禮拜哦，有時哦，差唔多就得禮拜有3、4場哦，有時講係1米2哈，你係要參加飛嘅嘛？參加當道，咩？你講係有錢嘅嘛？咩要公益嘅，有個樣老年嘅乜嘅藥師促權嘅啊？長照中心啦，有嘅冇嘅。義演嘅啦，義演嘅咩有？義演，有數錢嘅咩有啦？沒愛拿干愛拿，要不然他們買布啊，採購東西。對啊，對啊，係啊，出茶出團做錢啊，很人追啊，咩係咧？唔講人雙100來青島人咧，而家人嚇團咧，希望我睇講我很人嘅嗬，喺講要帶到我鬼團就帶過嚟好咧。好啊，大條命嘅時間鬼團帶過來。佢再重新開始啦，因為第1名嘅，也要再一比嘛，比第3名，名嘢要變第2，後嘢要變第1啦，希望啦，希望啦，對呀，阿用清楚啊。叫人都嘛，叫人都飛雲，飛雲，按個飛嘛，飛鉗，所以你兩姊妹係嘛？唔係，佢要按多好啦，佢猜到司令。哦，有飛絲嘅年輕島啊，全部係飛絲配啦，美女啊。哦，會自備都美女啦。對，像江蕙，哎呀，啊，對嘛，哈，對，哈，彭佳慧。我亦都我一團嗬成立嗬有3年啦，嗬，唔係3年啦，嗰時候到處去參加舞蹈嗬。表演啦，有去嘅乜啊？老年館啦，咩有去金賞歌友會比賽，舞蹈比賽，我們有拿到名次哦。金賞卡拉 OK 嘅。金賞歌友會，中樂青泰一隻歌友會。對，就金賞卡拉 OK 嘅對，他們有辦歌友會。有啊，會前賽哦。哦，真的啊，所以人家迄個表演不太敢看咱呢。比賽第名嘛，哎呦，第3名，哎呦，很厲害啊！嗰我哋咩到處去比賽啦，我第1份咩當杯嚇，然後介紹佢哋跟用誒平鎮圖書館嚇，開場舞表演，始終有了頒獎哦，科技頒獎本哦。本係舞蹈團。我頒獎咩
他资源也很多，不同我人也就介绍舞蹈团吼，我就是动到一年整年买50場的吼，也第3年可能今年買跑50團以上啊！哇，我見到，對的，就樂在其中了啦。其實就是把這個當做生活的一部分，用嘛，對吧？是我們的一大部分，一大部分。蠻難分享啦，除咗跳舞之外呢，還有分享唱客家歌。唱客家歌，對，還有帶動唱這樣，帶腦的記得啦，哎呀，頭腦講啊，對，誰冇人講記得哦，記得啦，主持人的記性很好。哦，冇一聽哦。反正也客家歌主要靠人家台灣嚟傳承啦，怎麼多年來談，多年來看啊，係啊，人家都唱客家歌，嘛，跳客家舞啊。係啊，你就邊跳邊唱，安尼好不好？能跳能唱啊！今日多請3位哦。哦，什麼班長還有採購組組長，對，還有羅碧珍舞團嘅團長，羅碧珍本人，羅碧珍，我羅家人啦，係啊，你阿做嚟用跳下去嘛，慢慢嚟跳下啊，來。啦哩啦啦啦啦！哎呦，組長還先去記得道具要錢，先拿轉來。哎呦，是我還以為你們感情不好，分道揚鑣啊！你講得他唔記得，給我錢買啊！好嘞，啊，要第3名嘅表演隊，要不第2名？第2名係邵依萍帶來《沙蟲愛》。哎呦，好了，彈款啦。这有嗰種少數民族嘅嗰種嚇，嗰種衝強嘅，嗰種音色。係啊，
调动歌呢，人家颜色调动歌呢。叫我唱的唱唔好。叫我不要动我堂啊。人家声音调动歌呢。加人家啲对起的时间啊，啲对方啊啲向数。抄到佢衰冇啊。啲向数，啲失爆啊，失爆老人家。保困。哎，保困哈。系啊，保保呆哎，二困哎，不是啊，二困保呆哎。啊，饱吹恶唱，你在讲了吗？你在讲了吗？好了啊，对，向数，是报是小水木呀。哎，冇啊，就忙的呢，就木做米的呢，这些糖，呀对不对？糖到你丢的个对起的时间，后糖，真的，谢谢。还有表情啊，通总，还有打屁起来。对，哎。一年级是来必须过，19年呢，哇，很久嘞。2011的时阵。来也比，系啊，佮比嘛个，佮样子比。马赛子艺术馆的吓，比传统组的，对，传统组的哦。第八季的时，比到第多名？第2名。哦，有几岁啦？有几岁的时间？比到第2名，啊，还有人用冇上个再来搞，上比过。都主动的时间啦，2011的时间还是得到个对唱组冠军。哦，对唱组冠军。刚还是写歌词。下歌词。歌词没得名。哎呦。俺还是想，哎呦，唔可以比的啦，唔可以搞啦。必须有压力啦。哦，我有压力咯，佢100、200就请假啦。唔过来2篇比赛就比动球，系嘛？哎呀哈，但是冇变做的一表演啊。对。对呀，有唱歌表演多少嘛？有特别朋友超爱去国外交流啊样。哦，外国国外交流啊？唔係同埋影響阿姨，冇啊，要咩？要嘅何秋香。何秋香老師係嘛？對。哦，叫我帶定日就去。你係幾學生嘅嘛？咩？就係朋友叫阿姨。朋友係。哦，宣傳客家文化。本來做到還是冇一筆嘅，19年冇一筆。啊。報名其實人係報名，因為我嚟向阿姨唱歌，咁你小跳唱到當好，係人報名嘅，是人係報名，啊種報，既然報人係報嚟爭落通工哦，係啊，而家最後一天嚟，人係報咯，啊還是想講，啊報還是嚟教啊，反正來就來了，當然係當表演咁樣，哦，就係講咩唔會緊張咁樣，哦，即係一表演哦，應該佢蠻耐都戲就出嚟，哪大表演？大陸生那個東莞嘅片，中國嘅片，佢當然有客家人啊，有啊，哦，東莞有客家人啊，有啊，哦，有，呢個表演不慢人看，咁咩交流啊，有個客家人都，哦，就係用交流，台商，哦，要有台商，有像條歌一樣，哦，還有發生乜嘅事情嘛？哦，有擺檔時期哦，我個團的人嗬，個把個電子琴咪當重，佢想講係講用拖運嚟講佢撞快鐵。哦，一天冇。啊，其實就是用擺哦，用擺哦，用擺兩個去哦，啊，過去嘅時節咯，咁咪要先練習個按補也是練習，到嗰時講聽講要表演，插把落去，要問啲也冇強用嘅啊，冇強用，哇！而家200二，加個片200二，人家片係100二哦，100二，哎要轉接頭啊，佢唔記得冇帶到，少睇，少睇，哇，少快啲咧，睇架子當緊裝啊，清唱一樣辦，冇解釋，係當限度好，係吃飯的時節，都喺飯店吃飯。哇！看到謝啟國老師，謝強阿姨，佢冇強阿姨，我哋係新竹代表團，新竹縣嘅代表團，啊佢嗬係桃園嘅，哦，冇強比賽，強一咋，啊佢帶表演強場，係佢帶一團樂器嘅，樂器，傳統樂器嘅，白銀團。啊！我哋喺小睇，哇！嘟到去，嘟到去過先生，係謝啟國老師，很幾愛現嘅，係其實講，哎，兩團嘅隔壁團啊，兩個愛本地嚟唱，哇！我哋唱完嘅
嘅，拄到嗰種係貴人嘅。好，天降甘霖有嘿咩？幾好的奇怪先生真嘅。奇怪先生做年年好，哎呀，佢遇到客家嘅事情，哎，真的客家師傅，佢付出全部咩唔怕，不求回報呢，對對對對。奇怪先生，奇怪先生大姑矮人全部都。係啊，我講依然都進嚟唱歌嘅，真開心唱。對。啊，那個學大姑。對對對對對，誒，開心先重要，心情好，誒，身體就好。下禮拜同奇怪先生傾下來，你家家有 TV 幾把時間，鬼同大哥來。緊張啊！哦，今日安子生咧，歡迎來啊！呢節目來，從我那個大安子生，阿妹創，係啊，謝謝。好好來，真係非常好，謝謝謝謝。哎呦，第一名就阿妹創，個第一名嘅名啊得了。應該係哦，就不會讓你睡着誒。啊，希望。林陽真帶來新民總挑。好嘞，躺過來。哇！有名的掌聲嗎？哇！一樣真 perfect。什麼？不會。什麼？不然你如果講英文呢，表示真厲害。哇，真的好厲害，難怪這個哈。難怪有名哈。實至名歸了，實至名歸，真的。哦，還有上映嘅上線。太棒了！你係衝團的嗎？唔係，唔係啊，連神父同槍，連拳嘅同槍，合衝團的拳呢？嚇？哦，唔係合衝團嘅乜嘢團？冇呢，冇 TP 參加。嚇？冇嘅客家沙團。客家沙團。佢脫胎後係客家沙團。哦。跟唔係叫佢是接觸客家，人家都排斥請問人，你個藝術公司嚟嘛？19歲。19歲。你阿太后1年生、2年生。2年生哦。跟唔係叫佢是接觸客家。我係從細就開始唱嗰種童謠流行歌曲。哦。不過後來就開始唱傳統。傳統誒？係。TVB 傳統，你不能唱流行嘅童謠嚟。就同時都有唱啦。哦，都有唱。唔跳過流行，直接。有唱流行，沒有唱流行。沒有唱流行。你去參加比賽，參加哪邊比賽？你敢有來過哪年？CC 時節有來。CC 時節咯，那個獎金挑戰賽嘅對嗎？哦，3000塊獎金挑戰賽，跟那個暑假時節落穿嘅。對對對，零花錢，那個不管唱得好不好，反正就是送獎金的唱嘅，真的。應該愛啊，應該愛鼓勵小朋友嘛。鼓勵小朋友啊。哦，嗰陣時有在唱歌。有咩青色時節咯？差唔多小學嘅時節。都係小學嘅時節。哦。都連續啊用，一次都太好，都有接觸到客家。其實嗰種各種就看冇啲參加，咩冇啲唱，係，誒都太好，因為就學校有受相關嘅課程，就相關嘅。學校有人用嘅課程啊？你乜嘅學校？
我係台台。台灣台紅。我等你。針織呢？針織呢？哦。所以以後有想要探針織啊？參與針織？應該唔會。應該唔會啊。更唔會唔讀針織呢嘛？公民了解一下政治啊。係啊，係要動到無咁樣嘅兩百做得做。唔單將係就係針織任務案樣。哎呦。做嘅政治事務沒做得啦。政治事務有青島嘅啊。是。跟人家啲台台有一種嘅法安尼冇？社團冇？有客家研究社。客家研究社，所以你有特別去收入有。自家來參加田傳藝比賽。所以也總建議參加，咩叫講田傳藝嘅比賽嘛？冇呢，田傳藝其實我上擺參加應該係7年前。7年前哦。7年前咧，乜嘅比賽？咩係就是田傳藝咧？咩差唔多國中嘅時節去參加。國小嘅時。國小嘅時節。哦，有得名嘛？搶手年組吧。係嘅時節還有。嗰時還有流行嗰種親子組，還有同阿妹共下去唱歌。哦，親子組啊，還有得名嗎？有。阿妹有啊。哦，家學淵源。哦，真的。媽媽唱歌應該沒懂好堂。除咗手跳以外，三台跳嘅部分呢？有好嗎？沒會唱哦。你喺學校地位度睇清下研究出來嘛？也係講人哋有去學習歌謠班地位度學。就係學校嘅課程要唱歌謠班嘅先生。先生就係要開啦客家音樂嘅課，就係要唱傳統嘅，咩要唱流行嘅。哦。所以你喺社團活動到學生嘅以後嘛？啲社團係辦另外嘅活動啊，課程係學校開嘅，係學校要學款嘅課。哦，要學款嘅課。哦。所以佢喺上課嘅時間會當到學生嘅翹課嘛？唔會啦，客家會去唱歌嚟嘛。哦，係啊。應該會去參加就會考唱客家歌嘅吧。唱歌就只有當聽啊。有啲人其實咩唔係客家人，咩唔是接觸過客家歌，不過佢哋就想了解。係啊，假是學校有啲機會咩以後。哦，台台特別有那個文學底蘊。太大，開玩笑，第一學府嘅。對啊，謝謝你，係啊，安後上做嘅演藝接觸安尼客家歌曲，真係，我考人家對喎。有啲啲正經啊，歡迎來參加。本來客家語言可能到我們這一代，可能有50年的這個時間就會滅掉。你們再加上去，就多30年、多40年、多50年也不一定。好，我繼續加油。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OK，好，謝謝安志飛，多謝。很厲害呢，很好聽嘅。後堂，很厲害，係咪？上運動獎。好，叫好唱歌嘅朋友，你就好好嘅唱，不管以哪比賽，有機會你就做得來按下節目來報名啊！冇錯，打電話來人叫667人，人6人，等待這個打電話，當真唔是單，等下吃醬。留一下，有人家資料嘛哈？私家報名。製作單位自動有冇團聯絡？私家報名。好嘞，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。什麼大家？多謝3位哈優秀的歌手，謝謝。什麼田傳藝，小跳組嘅3位得獎嘅選手啊，子昇，什麼大家？什麼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啊，子昇，辛苦嘞。還有什麼安利宣傳的工作人員辛苦嘞啊，子昇。好。下禮拜冇唔記得啊！一定要支持自家呢，農業大比賽，農業共下來，